不停往上堆，制陶师傅忙得一身汗，陶瓮粗胚才慢慢成型。这个叫手起胚，就是用搓成一个泥条啊，慢慢挤上去，这样子是我们公馆独特的这样子。手拿特殊工具用力拍打，是为了把泥土夯实，下手轻重、厚薄拿捏，全在师傅手掌间。用这个要用内力啊，用内力。对啊，要很用力这样子。眼前几十个大陶瓮是3天来的成果，师傅才30多岁，却已有快20年经验，是工厂排名第2的制陶师。老式陶瓮厂历经60年风霜，如今面临最大困境是传统产业的没落。现在不是电视都已经在3通了吗？如果3通，我们绝对是存活率不高了。结合雕刻艺术、刻上草书的陶瓮，多了美感，也多了价值。夫妻俩用心经营祖传事业，希望能让古早陶瓮在怀旧风潮中逐渐复苏。会不会很贵？客家话要怎么说？头家可不可以教大家？不会懂规模，不会懂规模，不会懂规模，唔会，不会，不会啊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懂规模，不会懂规模。